看屏东的九坪基地，今仔早起卖试射向放3型的反舰飞弹，有真侪军事迷透早就去现场等要看。不过讲到九坪基地伫顶礼拜8月初3才发生的火药爆炸意外，是真受到大家关注。进前有4个人受伤，好佳在经过即摆治疗，这4个人状况拢真稳定。没有声音。 雄风3型反舰飞弹对屏东九坪基地发射，飞上天的声音一直传过来。本地透早5点就要试射的雄3飞弹，一直到7点半才发射。早起4点就游客甲军事迷伫现场等待。我看着它平稳的飞出去，拖着这么巨大的火焰，我就觉得很震撼。根据了解，雄3飞弹是中科院延续向1、向2，搁再开发的第3代反舰飞弹。上界无共款的，就是采用冲压引擎做续航推进系统，互飞的速度变搁较紧。早起试射画面也互现场的民众对台湾国防真有信心。不过，初3中科院九坪基地发生推荐枪火药闪燃意外，造成4人受伤，落被送到高雄治疗了后，目前状况正稳定。他们后续要很多的伤口的清创，一次也不能做太多，因为病人会低体温也受不了，所以我们就是逐次的进去做。那后续会有肾脏啊、肾功能啊，或是感染的问题或是肺炎啊，都陆续会出来。病院表示，着轻伤细破的助理研究员找到已经出院，另外3个因为因是2度到3度的烧烫伤，而且面积也伫咧40%到95%不等，伤势较严重，需要接受挂麻补皮等治疗。病院也协助这3个人买手的复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